傳統市場引進到電子支付甲數位行銷，已經是時代的趨勢。但是也是有袂少市場拄到人潮流失、攤商個人化的困境。像台北市中正區的龍口市場，因為單位的數量一直在減少，加上民眾消費的形態改變，佇遐做生意的店家是想盡辦法要找新的出路。同款拄到生存困難的，也閣有宜蘭的南北管市場。遐有一群青年持續透過走讀甲導覽，帶領民眾了解在地文化甲職人的故事，希望會當來翻轉到老市場，找到另外一個春天。這漸漸啊守護着市場的人，用無同的方式延續着傳統市集旺盛的生命力。透過鏡頭做回來看。3個世代裡面共同傳承的一個小攤位，超過50年，透過一個食物的對話傳承給下個世代。要不要買雞肉啊？很新鮮哦。傳統市場比較沒落，那年輕人都驚超商那個街啊。你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，就少了那種傳統市場的那種人情味。還要買什麼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走進傳統市場，就可以幫助這個在地文化做延續跟傳承。我來這邊，民國59年來了，到現在了50幾年了啦。我們來家很久啊，走都走了啊，生意好，但我看是難的啦。以前最多的時候，我們這邊到200多攤，我們現在剩下大概30幾攤。傳統市場要興旺的話，我看有點困難，真的是有點困難。的傳統市場正是人聲鼎沸的時段，台北中正區龍口市場卻顯得格外冷清。放眼望去，多數鐵門緊閉，只剩零星幾個店家仍在營業。大型地場甲超商的普及，加上外送的利便，這正做民眾飲食的習慣時，對大大壓縮着傳統市場生存的空間。大家都不願意來傳統市場啊，覺得傳統市場他們的觀念就覺得說，傳統市場就是很髒亂。可是你可以看，我們的傳統市場其實是很乾淨的，我們每天都打掃。時代改變了，就落寞掉了啦。所以說你現在要好，沒啥可能啊啦，因為外賣也多啦，賣場也多啦。剛剛蓋的布，因為不蓋的話，那個菜就會乾掉。哦，風啊，剛剛有風，剛剛風很大。因無奈甲遺憾。面對新時代的消費模式，傳統市場的生意哪來哪敗，行順啊也無人要接手，各種壓力的影響，和傳統市場道道退出咱的生活。你像對面賣水果，他年齡到了，他腳開刀以後，他們就乾脆退休不做了。年輕人也沒有要做啊。第一點，一大早要起床去補貨，年輕人誰願意呀？傳統市場就真的沒落了，沒有用。面對危機，堅守辦法重新起起，是因繼續生存甲轉型的關鍵。時代在變，加在閣有一群剛性的返鄉青年，堅持守護在地人上關係的家鄉味。其實當時日本人來的時候，在台灣幫我們做了一些行政劃分，其中呢，當宜蘭市還沒升等之前，它叫宜蘭街。穿西亞衫，滿柑仔色的面巾，掛架子地啊，配塑膠襯托，歷史等來到50年代，伊是彭祖偉，人攏叫伊少年阿公。我們準備去逛市場嘍 ，Let's go！ 2020年，彭祖偉就是宜蘭南北管市場的重要人物。落檔後，伊用管底家堅守工作。大家呢在這時候趕快便宜的買這樣子。哎，姐姐好。我們小時候是這樣，然後就覺得他就給我餅乾吃，給我糖果吃，好可愛哦。宜蘭人的在地飲食記憶就在這裡。等一下，我們要從這個傳統市場來認識在地宜蘭人到底吃了哪些的傳統飲食，透過這個來認識宜蘭的飲食文化。
爸爸媽媽，然後2個兄弟，阿公現在沒有在這裡。3個世代裡面共同傳承的一個小攤位，超過50年。看到百姓日常的文化漸漸消失，幫主委發起市場走讀的導覽活動，全新帶民眾探訪在地100年老店。這個叫台灣 Donuts。台灣 Donuts。對我們來說，2相好雙胞胎，在新加坡叫蝴蝶，然後印尼人叫它叫做饅頭櫃，100年的攤位。可是如果沒有姐姐在這裡承接，我們其實沒有這個味覺，沒有這個記憶。市場不只是買菜的地方，走進在地的市場裡面去學習、體驗、去感受在地文化的一個學校。那也因此，攤商成為了我們的老師，他可以成為學校老師們的老師，因為他這裡100年的傳統技藝在課本裡是讀不到的。伊認為，好大眾願意走入市場，等於是踏出守護文化甲土地的頭一步。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，或者是說更多不同的從外地來到宜蘭的也好，走進傳統市場，就可以幫助這個在地文化做延續跟傳承。糖跟香油啊，猪肝油啊。还要买什么？还有鸭嗓。要多少？8个人吃。其實雖然身為宜蘭人，也很少逛過宜蘭的市場，對啊。覺得蠻有趣的，可以認識很多更深度的東西。以前這邊超熱鬧的啊，這邊什麼都有，想得到的。宜蘭最熱鬧的地區就是這一棟，有溜冰場啊，有什麼撞球間啊，小百貨。對，小百貨公司。我們不只是早市，連午市、晚市都還有。以前人多哦，以前是這點哦，咱宜蘭的那個南館、北館哦，這的那種個生意這點上好，北館生意上好。但是現在已經啥，因為已經都，傳統市場哦比較沒落，也按年輕人都驚超商那個街啊，傳統市場那比較不要進來。現在的都是老一輩出來逛，年輕人不太會逛。可是以前。是老一輩都會帶年輕人出來逛，因為世代不一樣，宅配網絡世代的崛起，所以其實大家都會想說方便就好。你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，就少了那種傳統市場的那種傳承，就是那種人情味。對，這是你在一般的超市看不到的。要不要買雞肉啊？很新鮮哦。19，特價！今天參加了這麼多，那最後就是要來到我們的市場學校。歡迎來到市場學校。那這個市場學校，它以前是70年的中藥房。那我們後來師傅要退休之後，其實我們覺得很可惜，就把這個地方給繼續承租下來，然後整個重新裝潢。你現在看到它是一間展覽室，你不要看它小小，它其實有60年的歷史。宋政府是幫主委地方重新開破，兩人鬥陣打拼時當。我是雲林人，我原本是一個小學老師，後來接觸到了文化創生文化產業這一塊，那我後來因為在活動場合剛好遇到子維，然後就發現他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推廣台灣文化這件事情，所以後來我就跟着他，然後來到這邊，然後創辦這個市場學校，就跟着他一起。文化是什麼？文化就是以前的人生活的樣貌轉變成現在。那以前的人其實都是用這個機器在耕田，在製造這些米的產品。那未來說不定它就會變成是只有機器人在做，完全連這個機器都沒有。總有一天這些東西一定會被取代。幸運一點的，它可能就會變成文化；那不幸運的就會直接消失。其實我們在做的也是希望能夠在他們即將被取代的之前呢，去抓住最後那一根稻草，讓它以另外一種文化的方式去轉移、去呈現。宋政府認為，市場文化甲技藝會風放袂起，是因為欠缺世代的理解甲共鳴，延續傳承就會更加困難。台灣的文化沒有這些理解，沒有這些共感，是因為我們缺乏理解，我們少了一個翻譯的人，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變成是那個翻譯的人，能夠讓這些攤販們也好，能夠讓這些來的人也好。其實一開始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攤販們說：“哎，我們這又沒什麼，這又沒什麼。”我們也是慢慢的翻譯，用我們的方式讓他們去理解，說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文化。因堅持初衷，
點點啊為這片土地付出，繼續書寫宜蘭的精彩生活。感受到香港的一部電影，有一個人在這裡大喊說：“這棟大樓會垮。”紫薇對我們這個南北管市場，其實它推廣很多。對，現在很多各國的人都很認識我們那個宜蘭的市場。說真的，他對宜蘭的那個市場貢獻很大。來，幾位來，你們兩個來，過來，現在來豆漿、紅茶、青島茶。年輕人還是喜歡跑超市啊，比較不喜歡進來傳統市場，所以人潮少很多。這幾年有比較好的，當然是要靠這位年輕有為的紫薇先生，他把很多的年輕的人潮慢慢的再帶回来，这還是有差非常多。我們帶着這些學生們、孩子們、年輕人來，其實想傳達的是一個飲水思源。其實阿嬤這個攤一直在任何節慶都是我們在地最需要。這個三生四果裡面用意義象徵，用手工，我們自己的手工做的。今仔日喏，無老師介紹，阮無今仔日的親像哦，所以我感謝阮老師來甲阮照顧。帶人客來。謝謝。無啦，迄是恁有故事，你才是阮的老師。無咱同齊，你繼續做落去，阮繼續講落去，安尼，好不好？啊，咱才會久久長長安尼。我們就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回到這個傳統市場，跟這些長輩們，因為透過食物也好，產生更多的對話。其實這社會更欠缺，就是我們這些不同世代的人，一起走進同一個傳統市場，同樣吃了同一個食物，而產生了很多的生活記憶的傳承。那飲水思源是我們最重要想跟大家分享的。十通會到伊市場底，甲阿爸學做準備賣，做出來物件，咱家己嘛愛介意食，才互人去食。那你在這邊做多久了？66年，66年，沒有多久。66年。嘿嘿。有一個北管孫女師傅，她在這邊已經80歲，她在這邊待了66年。在10年前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，她是第一個說啊，你來介紹，你來介紹。她讓我們介紹，她也很願意分享她的東西。河南北管市場充滿活力的，有一定將有創意的返鄉青年，因改善環境，升級購物體驗。那這一些我們剛開始來承租的時候，其實它的外觀是非常的有一點糟糕，因為它之前是打鐵店，所以會有很多的鐵鏽。然後他去跟人家要那種不要的砧板，就回來自己敲敲打打，就釘出這些所有的自己的 DIY， 油漆啊，所有的裝潢擺飾啊，桌子也自己釘的，然後我們地板也自己貼的。因為以前都出外工作嘛，那很少跟家人有接觸。爸爸後來不在了嘛，你會覺得剩媽媽一個人，然後也在外面打滾了十餘年，你會覺得說能夠多陪家人，然後又可以在這個環境又可以賺錢，我是覺得何樂而不為。我覺得回來也是主要把工作這個環境改變，不然早期的市場說真的不是像現在這樣子。以前傳統市場沒有這麼寬敞，或者說這麼的乾淨舒服。以前就是簡單就好，可以先把生意做起來再說。我是宜安人啊，然後因為就是回來會返鄉這邊，然後剛好這邊去接觸到在地的茶農，讓自己的小孩可以喝到好一點的茶，也幫忙就是推薦我們宜蘭在地的小農的東西。我們台灣其實有一些亮點，包含我們目前帶了22個國家老外逛我們自己的這個宜蘭市場，其實他們也給我們很多回饋。也許我們會覺得，我們用現在的超級市場這樣子的一想象，去想象說現在傳統市場，在消費端比較難跟現代化的做一些競爭。但事實上，在傳統市場裡面，我們的市場相對東南亞我們乾淨，我們的安全，我們的種類又多。師傅從他阿公傳授給他的這種生活經驗，所以如果沒走進來，沒有師傅在這裡磨刀，沒有我們進來這裡介紹，那這段故事不會產生。每一單攏包括着世代傳承的手藝，也承載溫暖感情的習慣。其實我很謝謝這些攤商們，還有這些長輩們，他們願意在這裡，還只有在那個位置一站了60幾年，甚至這個100年老店只做好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們很想分享的是，其實攤商們他回來傳承的這個記憶裡面，不只是單單一個食物，而是透過這個食物品味到之後，你延伸出的每個人生活之間的心靈的交流，跟這種生活上的對話，傳承給下個世代。而接下來，我們帶着我們的孩子走進了同樣的一個市場，走進傳統市場裡面，就是讓大家學習在地飲食文化，
跟保留、守護土地最重要的一個機會。對產地到食飯島，這富含着真高的人情、甲溫暖的文化印記。只有親身行入市場，才有法度真足啊體會到其中的滋味。